所謂故鄉，就係我哋喺呢度睜開眼，睇到世界嘅第一道光線，睇到咗第一抹顏色，學識咗第一句話。科學基於嘅假設係物理世界嘅有序性，晝夜交替始終按軌道運行，鐘錶嘅擺動都係物理世界有序定理嘅顯化。人有冇自由意志呢？一切早已存在，只係經過顯形。如同完全無法預測嘅數字，意味着我哋無法證明已定嘅定律。佢嘅不確定性源於我哋對自然嘅局限同無知。我哋喺呢度建構咗我哋對呢個世界嘅全部理解。